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六環彩賽馬頻道。今次由我常瑩主持。今晚快活谷有9場賽事，目前天文台已經發出熱帶氣旋相關訊息。雖然呢隻蝴蝶尚同本港有700公里距離，但臨場好可能會落雨。選馬方面適合考慮前置型跑法嘅馬匹。今日精選以下2場比賽事，第4場嘅2號你知我得，建議贏位兼頭。呢匹馬腳法均速，連馬師輝哥特登安排佢向中距離路程發展，且睇星仔今晚嘅流放，能唔能夠為馬匹更上一層樓？第6場介紹購買5號太陽勇士搭，6號常拼常勇嘅連贏及位置 Q。先講太陽勇士。佢賽前準備充分，同潘頓更係最佳拍檔。最重要嘅係佢喺呢一場並非大熱門，相對嚟講有值博率。而常拼常勇呢匹馬上場喺周俊樂胯下有驚喜表現，喺同場嘅臘八村亦都係佢上場策騎而勝出。但樂仔選擇騎常拼常勇，賠率亦都有一定分頭，呢條連贏可優先考慮。至於練馬師王方面，可留意姚本輝賠率10幾倍，以及毛偉傑嘅22倍，可以搏冷門㗎。今期節目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祝各位贏到笑。